这摆以外有5个生患者拢被陆续送到内湖3总做后续的治疗，伤势比较严重。这个中将黄佑民呢，也有新闻师陈应德，目前2人虽然讲意识清楚，也毋过为了安全起见，依然留伫家护病房。另外3个人意识较清楚，体力恢复了袂歹，当然嘛是为了保险的起见，目前两个伫病院伫观察。将人赶紧送入病院，这是乌勇直升机事故内面受伤的人。5个生患者分别是中校周欣怡、中将周进平、少将刘浩东。这3人意识清楚，伤势比较轻，目前拢伫一般的病房伫观察。住在普通病房的3位长官跟弟兄，其中有2位比较轻一点，其中我们的曹中将他只有脸部跟四肢的挫伤跟擦伤。中将黄佑民也有新闻师陈应德2人伫家护病房伫治疗。我们有2位住加护病房，一位是伤势稍微严重一点，他有胸椎的第12节、腰椎的第4节、第5节的压迫性骨折，但是并没有伤到神经。另外，我们陈应竹陈上士呢，他只有左边脸部大概4公分的裂伤。那腰椎有第2节跟第3节的横突。院方表示讲，黄佑民是伤势上严重的，不过数据活动意识拢真稳定。陈应德虽然讲伤势较轻，不过因为脚和这个发电机缀伤久，恐惊会有其他问题，这暂时留伫家护病房观察。陈应德伫2010年捌参加过华视记者主播训练班，切用边个有气质做新闻记者这个职务嘛，真认真真正。即摆拄着意外，伫第一时间就先用手机传出求救的信号，还佫发送电话和搜救的人员，佫较紧找到生还者的位置，嘛有即摆伤害真可能降到最近。